而喺大坑買一間兩房嘅話，都有唔少嘅供應量。但係如果你想買一間兩房之餘有兩個浴室嘅話，星華就會係一個罕有嘅選擇啦。單位實用610尺，推開大門之後就係長方形嘅客飯廳。由於客飯廳少咗玄關，令到空間更加實用。而露台嘅位置係可以望翻出去，欣賞翻大坑嘅城市景，遠望仲望到九龍區山脈。廚房係曲尺型嘅設計，再配上電磁爐，喺保養上亦都相對新淨。嚟到第一間睡房，間隔相對方正，可以善用埋窗台嘅部分，令到房間更加實用。而浴室係乾濕分離嘅淋浴間。嚟到主人套房，間隔係長方形，再加上入口嘅小部分玄關位。現時業主叫價1280萬。若果要喺12下望揾一個旺中帶靜嘅舒適空間嘅話，星華會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